大家好，我係全邁進心理服務嘅臨床心理學家 Dino。過去咧，我曾經喺醫院、大學、衛生署診所任職，主要嘅服務對象咧包括年輕人、啱啱出嚟做嘢嘅人，或者經歷緊人生唔同轉接關口嘅人。我曾經咧喺日校嘅教學經驗，同埋喺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嘅工作經驗咧，令到我知道家長嘅管教壓力，乜嘢先係有效嘅育兒技巧。同埋咧，擅長去診斷同埋提供建議，去俾有唔同特殊學習需要嘅年輕人嘅。我除咗係香港畢業嘅臨床心理學家之外咧，我亦都係英國劍橋大學嘅畢業生，主修性別研究。所以咧喺處理唔同有關性別議題相關、親密關係或者係性功能相關嘅議題上咧，我亦都有一定嘅經驗啦同埋心得嘅。我自己嘅治療學派咧比較會係多情緒聚焦治療、慈悲最深治療同埋認知行為治療。不過咧，我知道每個個案咧都有佢嘅獨特需要，所以咧按住唔同嘅需要，我都會融合唔同嘅技巧，例如接受與承諾治療啦、家庭治療啦、人際關係治療等等唔同嘅學派，希望揾到一個最有效同埋大家最舒服嘅方法。我相信咧，心理治療入邊咧，我嘅角色就好似係一面鏡咁，去反射翻咁多位入邊豐富嘅內在資源，同埋一齊去揾翻、照翻嗰一條康莊大道。令到大家可以揾到出路。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。